这里边有我们很多的照片故事。哦，你看这边就是我们消防员在火场的时候一个剪影。你看这个就是当时在安宁的有一场大火的时候，它马上蔓延到公路和铁路旁边了。这是我们烧上去的，倒烧回去的火，阻止火下来。等于做一个火的这种隔离带的感觉。对对。你看还有我们消防员当时吃饭呀，还有休息的时候拍下的一些画面，就是说最美艳星光。等我们上这边看看，这是我们大象监测行动展馆的主要展区。这是你吗？你看，我的天啊，眼睛都窝进去了。当时就是连续几十天的监测以后，瘦了10多公斤。然后你看这几张就是我当时监测时候拍下来的大象比较珍贵的照片。你看他们吃的多开心啊！这个照片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过，在网上。对，依偎在一块睡觉。对，然后这个大象它还拿那个鼻子给他们拿着树枝，在这晃了以后就给小象驱赶蚊虫。你看还有像这个特别出名的，当时我们拍的几只大象把那个小象围在中间，就感觉特别有母爱，很温暖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们总队做的一个大象的相册写给大象的情诗。这名字起的还挺浪漫的。对。然后你看这张照片，我印象最深刻，这是当时他们象群集体过沅江的一个画面。当时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设计的一条道路，你们给他们规划的。对，有一句俗话叫做“蚂蚁不过河，大象不过桥”。他不喜欢走这些人工设施。但是他最终选择了我们人类给他设计的路线。我就觉得其实他对我们人类是产生信任了，就给我感觉好像我们在保护他，其实他也看到我们付出的东西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展馆的镇馆之宝。它是袁锡坤老师做的一个叫做生物的长城脊的泥塑，它就是还原了当时象群北移归家的路上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情况。这个最小的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团宠，他叫默默，因为他是在墨江出生的。我们近距离观察的时候，他那个头上都是有很多毛，炸毛，老有意思了。然后一个妈妈，一个阿姨在旁边，一路都是守着他这么通过的，就感觉特别有爱。我发现咱们森林消防除了有扑火救援，然后还有这种保护大象。对，那到底什么是森林消防？其实森林消防就是守护，我们要守护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同时也是要守护大自然、大森林的安全。我觉得森林消防还真的是挺厉害的，所以我觉得，哎呀，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，我既有荣誉感，又非常有压力，就总觉得我不能白穿这身衣服。